这样吧，小兄弟，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来露一手，看看是否合格。若是不够格的话，我来给你做担保，等你找到你哥哥再来结账不迟。好，就听龙少爷的，挑个您最拿手的，来一个给大伙瞧瞧。好，来一个。多谢兄台。 他要干嘛呀？小兄弟，你这手上功夫虽说不上如何，但也算不错。好，原来小兄弟最擅长的是轻功啊！ 走了吧？当然可以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你帮我把这些全都包上，我要带回去。好，那请先结下账。哦。不用找了。这不够啊！这可是整整1吊钱啊！ 拿去，这还差得远呢。这回够了吧？只够个零头。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头？你这京城第1酒楼的菜也太贵了吧？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1年的利钱呢。这儿可是京城第1酒楼，可不是你们乡下的草棚子小饭馆。你看看，看看咱这桌布，看看，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，啊！ 我跟你说，除了皇宫敢用黄色，普天之下没人敢用黄色，唯独本店。为什么？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。啊，这样吧，这顿饭钱我来出了。哎，且慢。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，但是我也知道，无功不受禄。这样吧，我能不能先欠着？ 等我哥哥来了以后再付给你，可以啊，但是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压在本店。带着这块玉赶回客栈，晚上会有别的叔叔接你回明珠谷。义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义父要为 刚刚被绞死的那几个人收尸，这件事情太危险，你不能跟着我。那些被绞死的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义父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收尸？你还小，你不明白。记住，这块玉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最后遗物，也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。 你千万不能把它弄丢、弄脏。不行，这是我娘死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不能给你。那客观的意思就是要吃霸王餐了。小兄弟，这个京城第1酒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礼敬天下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，所以呢，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，能露出个1、2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免了这顿餐费。 对，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，可以露手绝技给大伙瞧瞧。那什么样的绝技啊？来，小兄弟，你看到这上面挂的字画了没有？只要你能题一首诗，
写一手好字儿，或者是画一幅画，就够格了。不瞒兄台，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，我样样都会。但是可能比不上这上面的墨宝吧。若是小兄弟觉得自己文采稍逊的话，那会不会什么别的，比如某种乐器、舞蹈，或者武功杂艺？没错，乐器嘛，我会好多种，舞蹈、杂艺、18般武艺，我也都会那么一点点。但是绝技，恐怕还谈不上吧。原来客官所学杂而不精啊！哎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这位小兄弟啊，年纪轻轻的就什么都会，已经是很难得的奇才了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来露一手，看看是否合格。若是不够格的话，我来给你做担保，等你找到你哥哥再来结账不迟。好，就听龙少爷的，挑个您最拿手的，来一个给大伙瞧瞧。好，来一个。多谢兄台。他要干嘛呀？小兄弟，你这手上功夫虽说不上如何，但也算不错。好，原来小兄弟最擅长的是轻功啊！走了吧？当然可以，还请您留下高姓大名，下次再来本店提您名字可以打折。姓名就不必了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你这京城第1酒楼的一顿饭，够我跟我兄弟姐妹过1年了。先撤了。哎呀。没想到来京城的第1顿饭花了我这么多钱，还没找到朱哥哥他们就变成穷光蛋了。要是再找不到朱哥哥的话，那我就要露宿街头了。等会儿那个龙三出来，他往那边走，我们跟过去，然后把他抓了。龙三。哎，兄台。我这样追上你呢。哎，兄台，喂，我，哎，小兄弟，不要问。刚才我看到几个江湖人士在打手语，他们好像要对你下手。不会吧？我平时极少出门，没有什么仇家。你当然是没什么仇家了，但是你爹娘没有教育过你吗？出门财不可外露，估计啊是盯上你的钱了。我这个样子很有钱吗？一看你就是一个不经常出府的大少爷吧，没什么江湖经验。你啊，虽然穿了一件普通的绸衫，但是你手上那个玉扳指，还有你的帽子跟腰带上镶嵌的美玉，都是极品兵种。再看看你这把古扇，这扇面是黄庭坚的真迹吧？足以买下这整栋酒楼了。我倒是忘了这些细节了。小兄弟，你真是好眼力啊！哼，其实在下的能力呢，不光是刚刚在楼上说的那些，我对鉴赏古玩玉器也是不在话下。多才多艺，真是多才多艺。哎，不知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哎，
你先别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先问你，那个揪我小辫子，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？我原来还带了几个跟班，不过都被我派出去办事儿了。我们约好了，在街角转头的那个书画斋门口碰头。哎呀，如果你这样一个人出去的话，估计你也走不到书画斋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看在你刚才帮我解围的份上，又请我吃了一碟点心，我来帮你。先帮我开个房间。你不是龙三，怎么样，中了小爷的金蝉脱壳之计了吧？傻了吧？那个龙公子我们跟了好久了，今天就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。所以你们想干嘛呢？快！完了完了，这下惨了，龙三啊，我不过吃了你一碟点心，却要把一条命赔给你了。你肯定会误会我顺走了你的财物，在背后骂我见利忘义、不讲信用。哎呦，真的是冤枉死我了！少主，今天有人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哦，什么人？这个人的声音好熟悉啊！放下。欢妹，怎么是你啊？把绳子解开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少主，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小师妹一欢。啊，这些打架劫舍的人你认识啊？你别胡说，他们都是我们联盟的好兄弟。一欢姑娘，刚才真是多有得罪，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们为什么要劫那个龙三啊？京城的达官贵人们都爱去那第一酒楼，所以我们在酒楼当中也安插了眼线，方便我们打探消息。这几天来，我们发现那个龙公子经常出现在第一酒楼，暗中查访各种民间消息，行迹可疑，出手又非常阔绰，所以我们打算绑了他，盘问盘问，顺便从他身上捞点钱财，用作咱们联盟的活动经费。没想到啊，却让你给破坏了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自己人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绑架良民的土匪呢。我一大早就接到师傅们的飞鸽传书，说你也来了京城，让我务必保护好你。我正想着怎么才能找到你，没想到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面了。这家慈航药铺是咱们联盟在京城的据点之一，掌柜的还有店里的伙计都是咱们联盟中的兄弟。我现在的身份是这家店里新聘的坐堂郎中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在外人面前要叫我李建清李先生，不许再叫我朱哥哥了。知道啦。哎，猪哥哥，叶哥哥、雪姐姐、樊姐姐呢？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。哦，我呢，在指挥兄弟们绑架龙三儿。没想到却歪打正着碰上了你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帮龙三儿？这个嘛，我先进去换件衣服，出来再跟你说。你就因为吃了他一碟点心，就去替他冒这个险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想着要去冒险。我本来想着以我的轻功，就算打不过那几个乞丐，也是可以逃跑的。你呀，从小练功就不肯用功，又很少出门，缺乏江湖经验。这次幸亏是遇上了咱们自己的人，不然你现在就……你让我怎么办？咦，猪哥哥，你平时不是很讨厌我的吗？总是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不就少一个大麻烦吗？呸！胡说什么呢？一点都不知道忌讳，赶紧呸一个！好，我呸！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啊？你是故意气我的是不是？我开玩笑的嘛。
行了，猪哥哥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不行，不告诉我你去哪儿，别想出这个门。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次我不会再出事儿了。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当面还给龙三。这个龙三身份很可疑，你要多留一个心眼。见到他，仔细打探一下他的底细。知道啦，猪哥哥，走了。你当心点啊！我们家少爷等你好久了，你一直没来，这不，龙三少爷有点急事儿就走了。他就这么走了？龙三少爷叫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。那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？他不会误会我不讲信用，把他东西都骗走了吧？哎呀，这怎么会呀？龙三少爷从不把身外之物放在心上，倒是对小兄弟挺关心的。他跟我们说了，一旦有你的消息，叫我们马上派人到他府上去告诉他一声。他是哪家府上的少爷啊？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。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当面还给他，以免他误会我。哎呦，龙三少爷说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就全送给你了，就当你对他帮忙的一点谢意。这些东西都很值钱的，他全都送给我了。龙三少爷对你倒是很欣赏的，还想和你交个朋友呢。小兄弟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哎，那既然他也不肯说他的真名，我为何要坦诚相待呢？好吧，既然他都送给我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小兄弟，那以后如何联系你啊？告诉龙三，有缘自会相见。那个龙三一定是看你有些功夫，所以想故意劫纳你。不过这出手未免也太阔绰了吧？看来来头不小啊。环妹，一有机会要多去宝雅斋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再碰上他。我现在对龙三也挺好奇的，我想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京城第一酒楼也有我们的眼线，只要他出现，我们就有机会弄清楚他的底细。朱哥哥，你看啊，你跟叶哥哥啊、樊姐姐啊、雪姐姐啊都那么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不给你们添乱啦。我想去看看紫禁城，我保证绝不给你们添麻烦。等等，回来。别搞得跟三脚猫似的，一点都不知道分寸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想去紫禁城，我陪你去。不过在去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得熟悉一下京城还有紫禁城的地图啊？这个是午门，午门前面是太和门。哇，这就是皇上住的地方啊，看着好气派啊！是啊，这就是紫禁城。这里本该是我的家，可现在却成了别人的家。环妹，总有一天，我要重新入住紫禁城，然后昭告天下，封你做我的皇后，让你坐上凤辇，风风光光的入住这紫禁城。我才不要当什么皇后呢，我又不想住在这紫禁城里。这个紫禁城啊，一看就是用黄金造的大金笼子，有什么好的呀？我才不稀罕。你难道不想母仪天下吗？我为什么要母仪天下呀？我的人生有3大志愿，一呢是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，2是穿遍天下所有的美衣，这第3个嘛，我希望赶紧治好倩影姐姐脸上的伤。环妹，你是大明晋王的女儿，又是我未来的太子妃，怎么可以这么胸无大志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才不想当什么太子妃呢。这话不敢跟爹跟师傅说，我也只能偷偷跟你说了。现在这世上太平，老百姓可以吃饱穿暖，这天下姓朱或者姓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傅为什么一直想要光复大明啊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？看，你生气了还？这话我不敢跟师傅他们说，只敢跟你说。如果你要是生气的话，好吧，以后我就骗你，我说好听的话哄你，可以了吧？算了，虽然我有点生气，
但我还是只想听你说真话。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我气的。光复大明，为我诸事报仇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你不过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女孩子，我不该苛责于你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赶紧回药铺吧，我还想再去庙会逛逛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自己小心点，千万别在这事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你怎么比师傅跟爹加在一起还唠叨？走了。好香啊，好想再进去吃一顿。可惜这天下第一酒楼的菜价真是太贵了，根本吃不起。哼，驾着黄金马车，还这么横冲直撞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谁。真金的呀，这车主也太有钱了吧！哼，看这车夫刚才那么嚣张的样子，估计这个车主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就当劫富济贫了。中堂大人，这边请。中堂大人，请上车。大人慢点。当今世上，只有4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人称中堂。难不成这车上的人是鳌拜？鳌拜权倾天下，怪不得这车这般华贵，行人也都避让不及。想来他们也都认得。哎呀，一环呀一环，这次你可玩大发了。这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要是被他发现你这个小毛贼，你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啊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你可一定要保佑我。奴才见过中堂大人。公公不必多礼。宫中一切可都好吗？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每天还是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情景，老夫至今难忘啊！只可惜这个小皇帝翅膀眼看着就硬了，有点看我等老臣不顺眼了。其实，皇上还是很念旧情的。帝王天子，有谁是心慈手软、真念旧情的？翅膀硬了，总是要飞的。你还是继续给皇上进补吧。每日1盅大补汤，你一定要看着皇上服下去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尽心伺候皇上。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多谢中堂大人。
赶紧送公公回宫，公公不便在外久留。奴才遵命。回宫？难道是回紫禁城？我的天哪！看来马车已经进了紫禁城。今天白天只看了紫禁城外的样子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这马车等会儿肯定要出宫回鳌拜府。我是继续躲在马车上等出宫呢，还是找机会留在皇宫啊？好难得有机会进了皇宫，我要是不观光一下就离开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公公，您慢点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这一路可把我憋死了。这宫里的路不好找，还是咱家带你去吧。哟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哎呀，行，我知道你饿了，别叫了。御膳房里面有举世无双的美食，要不然先喂饱肚子。御膳房。幸亏猪哥哥给了我这张地图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全是真的！上了鳌拜的车反而因祸得福了。我得把这些金银盘子全都带走，带到明珠谷给我的姐妹们。都是皇上用的东西，太棒了！快！行了，你还要都拿走？是你啊？谁啊？我跟你不熟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！哎，是我。哎，是你呀！是不是在里面？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嘘啊，嘘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走。哎呀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！啊。吓死我！哎，多谢你啊，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就被抓了。不过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会在皇宫看见你呢？而且你对皇宫的地形如此熟悉。我呀，我是这个宫里的御前侍卫，所以啊，我对这个皇宫啊特别熟悉。你在宫里当差啊？怪不得那个书画斋的老板不肯跟我透露你的身份呢。原来如此啊！小兄弟，
还是你说的对，有缘自会相见。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晚进宫来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要多倒霉有多倒霉。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看见我有奸细，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放肆，胆敢公然勾结内奸，真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还是小皇帝无能呗，这拉屎的呀，居然被吃屎的欺负。小兄弟，你这话未免也太糙了吧？话糙理不糙啊，我说的都是实在话。如果这个皇帝是个英明君主的话，那怎么可能任由鳌拜这么嚣张跋扈呢？小兄弟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皇上啊，年少，刚亲政不久，要整顿朝纲，自然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他确实想做出一番大事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派我乔装打扮，在宫外打探消息了。怪不得你在酒楼花钱这么阔气，原来是奉旨花钱啊！你这个差事不错啊！哎，我都跟你聊饿了，还好我在御膳房拿了点吃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慢慢吃。去哪里啊？哪儿啊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哦。好吃。这御厨做的就是不一样，不光做的好看，吃着也香哈。那当然，能侍奉皇上的御厨，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大厨子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皇上的心腹侍卫吗？那你是他的御前侍卫，你想吃什么可以找他恩赐啊。那干嘛半夜三更的去御膳房偷吃的？我哪是偷偷去吃啊，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去吃。你要不是为了掩护你，我哪会被那些相熟的侍卫追得满宫跑啊？怎么？不对啊，这两种糕里面掺了不同的香料，会使人慢性中毒的。中毒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些糕点是皇上最喜欢吃的，而且皇上平时进膳的时候，都是有专门的人用银针试过的，也有专门的人试吃，怎么可能会有毒呢？真的，这里边的香料性热，而这个糕点里面的香料性凉，两种单独食用不会中毒，但是混在一起长期食用就会使人中毒，并且可以使人心智受损。你没开玩笑啊？干嘛？别动，我来给你把把脉。这位小兄弟，你的脉象已经显示你慢性中毒了。那个替皇上试吃的人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实不相瞒，其实呢是皇上和我最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，所以呢特意让我来御膳房求证一下。原本呢我是不相信宫里的太医，所以想取几样食材拿到外面去给宫外的名医看看。一开始见到你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以为啊你是下毒的人，派来毁灭证据的。后来看到你毫无顾忌的大吃大喝，然后又跟我说了这些话，到现在我才相信你。遇到本李大侠李易欢，算你运气，知道吗？李易欢，姓李名易欢，这名字挺好听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不仅名字好听，还会识毒，并且还会解毒呢。
那我和皇上的毒能解吗？哎呀，你和皇上的毒嘛，解是可以解，不过这药材配起来比较难，而且这药材价格不菲啊。钱不是问题，你想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好，3日以后在第1酒楼，我带着解药，你把药钱给我。这个药钱嘛，10两黄金。没问题，我看也不必等到3日以后。我这枚玉扳指肯定不止10两黄金，你先拿去吧。哇，果然是个好扳指啊！你就这么把扳指给我了？你也不怕我骗你啊？我相信你，虽然我们2个相识不过1日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。只要是有本事的人，都不会因为钱财而背信弃义的。有眼光。我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的本事不光这些，还有很多呢。以后有机会慢慢让你见识啊。好啊。不过呢，刚才在御膳房咱们2个交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武功啊，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没本事的人才会靠蛮力，像我们这种有本事的人是靠这里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一个江湖小贼，我这点本事也足够了。但是你是御前侍卫啊，那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当的御前侍卫？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投了个好胎，有了个好爹，才让你当上御前侍卫的？师傅相瞒，我确实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个好爹。我祖上啊是8旗的贵族，我能随侍皇上，也都是我们家里人帮的忙。任人唯亲，这康熙小皇帝啊，果然不是什么明君啊。哎，也就是你啊，说这样的话，要别人说这样的话呢，我早就拉他去见官了。不过呢，你虽然言语上对皇上不敬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心思不坏。你这个小兄弟吧，通情达理，仗义疏财。我决定了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来，今天高兴，喝酒。我这壶底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，这个酒呢是我在山里发现的野山葡萄酒，也不知道哪位仙人何年何月何日酿造的，总之特别好喝。你别以为你是皇上的小跟班，吃惯了好多御食，好多御酒，就不把我这个酒当回事儿了。我这个酒啊，可比你那些御酒好喝多了。爽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啊，是好酒啊，是吧？多喝点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为什么要进京啊？我呀，我就是一个江湖游侠。我进京呢，就是来看一看京城有多繁华，吃遍京城的美食。2呢，我是想找一些珍贵的药材，配一款冰肌雪肤养颜膏，给我姐姐脸上疗伤。你姐姐的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一说到这事儿吧，我就特别内疚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背着大人，拉着我姐姐去山里玩。哎，妹妹，咱们回去吧。平日里师傅们都不让咱们上山玩，说山里有野兽，那是他们吓唬咱们呢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啦！所以我姐姐脸上就落下了伤痕。我义父是个名医，他说要想治好我姐姐脸上的伤，就得用稀有的药材配成一副冰肌雪肤养颜膏。但我们家比较穷，这些药材一直凑不齐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什么时候能把我姐姐脸上的伤治好就好了。
我姐姐可是个大美人儿，但就是因为脸上的伤，让她变得很自卑。所以我希望我能早日帮她配齐这些药，治好她脸上的伤。所以你刚才不跟着那辆马车出宫，不是为了进御膳房偷吃东西，而是为了找太医院，去找那些能治好你姐姐脸上伤的药。对啊，本来我想先饱吃一顿再去太医院的，没成想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，我喜欢你的性子。哎，你多大了？我呀，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。5月初4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太巧了，我也是5月初4。啊？只不过我是顺治11年的，比你大1岁。这么巧啊？哎，你说咱们2个1日之内相逢了2次，我觉得咱们这个缘分匪浅呀，不如我们今天指月为誓，结拜为兄弟，如何？从来没有人想着跟我结拜的。不过我以前老看古书上说，那些古人们结拜好像挺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我也一直想这么做来着，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既然你我这么有缘，那就结拜吧。我长你1岁，我做大哥，你是小弟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岂不闻古人有云：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咱们既然结拜，就不能以庸俗的年龄论长幼，咱们得看谁的见识广，本事强。刚才你也说了，我的见识广，本事强，所以我是大哥，你是小弟。这也行啊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再来打一架，谁赢了谁是大哥。不打。行，居然还有人想当我的大哥。行，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好了吧？我李一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大哥请，小弟请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现在都结拜了，以后不能骗你了，要不然会天打雷劈的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可真是个小白兔！我之前说那个解药说要10两黄金，其实只需要10个铜板。我跟你结拜了，所以自然不能骗你了。哦，还有这个玉扳指，还给你吧。我是刚开始看你那么有钱，所以想顺便敲敲你的竹杠。不过现在咱们都结拜了，我就不能再骗你了，我得讲义气啊。大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。不过我们刚刚对着月亮发誓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小弟的东西呢，就是大哥的东西。这个玉扳指啊，大哥你就好好收着吧。这个东西啊，小弟多的是，不必还我了。当真啊？当真。我们刚刚发过誓的，你总不想让小弟被天打雷劈吧？像你这样的小白兔，行走江湖不得被人炖了给烤了吃啊！不过你放心吧，现在有大哥在呢，大哥保护你。行，那日后小弟就多仰仗大哥观察了。放心吧，乖啊！我回来啦！你去哪儿了？猪哥哥，我看看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猪哥哥，别大惊小怪的了。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家为了找你一宿都没睡，各个据点也都派了人满北京城的找你。樊师妹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一欢，姐，你急死我们了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没想到我一夜未归，大家这么兴师动众的。欢妹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如果你出了事，整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。如果因为你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我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。不过，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了吗？去哪儿了呀？紫禁城。你不是跟我说去庙会了吗？是啊，我是先去的庙会，
我去了庙会以后，我还去紫禁城溜达了一圈呢。我不光进去了，你们猜我看到了谁？我碰到了皇上的御前侍卫龙三，我还跟他结拜了呢。啊？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我，给我。哇，看，没骗你们吧？我不光跟他结拜了，我还成了大哥了呢。他居然认我当大哥，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小的，没想到我现在成大哥原来龙三就是康熙的御前侍卫，是替他在外面打探消息的，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。欢妹，你要多跟龙三联系，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也许龙三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没错，你昨晚不是正巧碰见鳌拜勾结内奸吗？这样一来，小皇帝肯定就更加记恨鳌拜了。可是我跟龙三都结拜了，他是我兄弟啊，我们已经发誓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？欢妹，情有轻重，义有大小。江湖情义固然重要，但那是小情小义。联盟光复大明，那才是大义。一欢，你要相信咱们这些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姐妹，可不能被刚认识的人给迷惑了呀。那好吧，我听你们的。皇上头晕的毛病可好些了？略好些了。只是皇祖母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和皇后唠些家常。下去。是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的说了，皇上这头晕的毛病，可是有什么古怪？是有人在皇上的饮食中下了毒。下了毒？那太医院的人回话说皇上患了风疾。哀家也奇怪，皇上啊，从小就习武，身子骨健壮着呢，又正当年少，怎么可能患上风疾呢？这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，下的什么毒啊？是否危及到生命？皇祖母放心，倒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，只是2种药性相克的草药，长期服用会引起心悸和头晕，无法理政。明白了，竟有人如此胆大包天，肆无忌惮，这在朝里找不出第二个。想必他是看上皇上长大成人了，却不甘心还政于皇上，居然不惜铤而走险来毒害皇上。皇祖母，那个狗奴才已经如此大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如今恐怕也只有您老人家能想办法来压制他了。哎，哀家老了，忠心于哀家的那些老臣们，病的病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都指望不上。给你的，怎么煎怎么服我都写好了，1个月之内按我说的做，保你跟皇上体内的毒全部消除。多谢大哥。小小意思，不用客气的。
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你为你姐配的那个养颜膏需要的药材也写一份给我，我回头啊帮你去太医院取去。真的？谢谢龙小弟。自家兄弟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查到那个给皇上下毒的人了吗？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啊，但是也猜到了7、8分。会不会是那个中堂大人鳌拜啊？他那天说让宫里的内侍给皇上进补，是不是就是给皇上下毒啊？大哥，这外面人多嘴杂的，咱们好久才见一次。今天啊，我们只谈美食，不谈国事。对对对，美食当道，其他的靠边去吧，吃吧。好吃。哎，大哥，我送给你的那把古扇子呢？那把扇子啊，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拿着，所以呢，改明儿我给它当了，兴许能换好多钱呢。大哥，那把古扇是我阿玛赠给我的，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我和大哥呢一见如故，很是投缘，所以把它转赠给大哥。没想到你却想把它拿去当换钱。呸！我说错话了吗？别生气啊，龙小弟。您放心吧，那把扇子我会好好保存着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卖了。如果丢了的话，那我就出门被雷劈，下河被水淹死。你也不用发这么多的誓啊，只要你心里有小弟就好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你不知道，你是贵族家的小公子，而我呢，从小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谷里面，全谷的人呢，连一件像样的绸衫都没有。每当过年啊，所有的人分一头猪吃。来到京城以后呢，我觉得京城好繁华呀，我特别想努力赚钱，把这些钱都带给乡亲们，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。大哥，以后呢，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就来找小弟我，小弟别的忙帮不上，银钱这方面啊，很是方便。只是，大哥千万别再把我送给你的东西拿去卖了换钱。哎，那可不行。虽然你是我兄弟，但是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我可不能再让你帮我了，我要自己赚钱。我知道，大哥这个人呢，表面上看上去放荡不羁，其实啊，还是很有原则的。哎，我的龙小弟也不错嘛，仗义疏财，通情达理，最主要的，大气有钱。能得到大哥这样的评赏，小弟心里甚是欢喜啊！来，喝一杯。喝，干了！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吧，我上去等人。这。奇怪了，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啊。这都开了1天锁了，
这手指头都快磨破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菩提老祖，你们都显显灵啊！快点让我把这把锁打开呀！终于打开了！刘大哥，请您帮小弟在中堂面前多多美言2句。小弟早已跟钱明余孽划清界限，一心忠于大清，忠于中堂大人。钱明余孽呢，居然暗中派人来刺杀你，足以见得你早已和钱明余孽势不两立。是。那在下就回京复命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哦，难道这个一脸奴才相的人就是孙福？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被朱哥哥他们绑了吗？难道朱哥哥他们失手了？知府大人，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，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呢。妈妈帮我找一个厨。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哎呀，不是。妈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春风院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。好吧，不过这丫头她性子野，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，以免冲撞了大人。快带我去看看呐！好，这老鸨说的性子野的姑娘不是我吧？那我得赶紧离开。不对，既然朱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补过呢？对，我得回去。傻丫头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官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，我送给你。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只要你看上眼的，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您这是哄我呢？哎呦，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。不过呀，我要是放了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，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，那你偷东西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了。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你。但是妈妈，哎呀，像你这么年轻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，难道你真的要做大牢啊？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？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，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。哎呀，其实女人呐，早晚是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。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。不过妈妈，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可不能食言啊！哎呦，您放心，妈妈我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。快，给姑娘梳洗打扮，快！姑娘请吧。哎呀，各位兄台，好久不见呐！是啊，十分开心呐！来，咱们干了这最后一杯。表哥，你还喝几杯啊？吃啊！都是个菜。大人请。好。快，
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伺候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。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！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小子，来呀，玩呀！找你。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从小到大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。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，现在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朱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朱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
还受了重伤。徐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父下令全城搜捕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青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猪哥哥了，应该叫你猪小妹？别闹了，猪小妹。走了。慢点啊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啊，这王妈妈得了重疾，樊小妹跟朱小妹打算带王妈妈出去看病。大爷，王妈妈刚才吃多了东西，不小心生病了，你让我们赶快送她去医馆吧。走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谢谢你啊。小师妹，怎么样？叶哥哥，你这也太像了吧！不光这个长得像，举手投足、声音、样子，所有都太像了。怪不得武师傅老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那是，小师妹，咱们只要拖2个时辰，我想大师兄他们就该出城了。到时候咱们再溜之大吉。知府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可还要添菜？不用了，别再过来打扰我们了。是，奴才明白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哇，哦，这面具戴着太难受了。叶哥哥，咱俩一块吃点吧，要不然这么多菜白白浪费了。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就好了。小师妹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打扮呢，真漂亮。这件衣服啊，我穿上都别扭死了，多难看呀！你还觉得好看？可是只有一件，不穿也不行。哎，我刚刚穿了孙福换下来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穿我的吧。那哪行啊？咱们只有2个时辰，就得穿上这身打扮出去。你得扮成孙福，大摇大摆的带我出去呢。再换了衣服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呢，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，我都一定会保你安全的。叶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错什么，师傅骂我，哪怕猪哥哥也会对我凶，可是你永远都是向着我的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觉得我跟大师兄，你更喜欢哪个？这个嘛，我倒从来没想过。猪哥哥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我好的。在我心里，你们2个都是我哥哥，没有区别的。哦，哎呀，
能在你心里跟大师兄一样的地位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叶哥哥，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我什么眼神啊？我感觉你的眼神有一点点伤感，这样看着我特别不自在。小师妹，你还能看出我眼神有些伤感，我很知足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，尤其不能跟大师兄说。为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咱们5个不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吗？哎呦，我的好欢妹啊，你还真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啊！在大师兄眼里呢，你是他未婚妻；在明之谷所有人眼里，你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。所以，我刚刚其实对你说的那番话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。所以，这只能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了吗？叶哥哥，既然你也觉得说那些话不好，那以后你就别说了，因为我听了也挺不自在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前我没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说，行了吧？嗯。哎呦，知府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不能吧呀！小哥，所有值钱的全部搬上去。搬上去。知府大人，您是昨天晚上喝了酒还没醒吧？你这把我春风院的财产都充了公了呀！你们拐卖良家妇女，逼良为娼，没有拿你问罪，本官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知府大人，您不会忘了我这春风院幕后的老板是谁？少拿幕后老板来吓唬本官，本官还就不信了，还有胆敢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的。知府大人，您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了，知府大人之前是为了查清案情才在你身边周旋，如今有了我这个证人，留着你没什么用了。你，就是你！我说，你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让他一晚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错，就是本姑娘。怎么了？好啊，你挺有本事的，你就这一晚上就把知府大人迷得服服帖帖的。大人，院中所有财物都已经搬上了马车。好，出发。哎呀，大人，你别走啊！大人，你这个老巫婆，谁让你仗势欺人、为虎作伥的？你别走，走啦！老巫婆，走喽！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别杀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把春风院的衣服和首饰全都洗劫一空，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，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。哪位小师妹在执行任务中，还会想着谷中的姐妹们？这个簪子最漂亮了，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。回谷以后啊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都要留给樊姐姐。小师妹，记得你小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会跟雪师姐抢，反而不跟樊师姐争，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师姐。现在长大了，还是想着樊师姐。哎，其实在我心里呢，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小的时候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，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，很自卑。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，我就想着呀，等到京城以后呢，我一定帮她找到冰肌雪肤养颜膏，治好她脸上的伤，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。小师妹，虽然大师兄和师傅们总是在批评你，可是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、最善良的。后面那几条狗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出城了，等到僻静的地方，我就要把他们打发了。那你自己行吗？不用管我，在你心里，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？哎，不是的，叶哥哥，我是怕万一打起来，我不是帮不上忙吗？不用你帮忙，保护好你自己就行。
停车！为何停车？大人，您究竟是要去哪里？这里离元州都已经有5里多路了。我是要到郊外找一处庄园，好安顿我的美人啊。顺着这条路走就是了。可是大人，您今天的所有举动有所反常啊！您明知道春风院的后台老板是中堂大人，居然还将院中的财物全部扣押起来。眼下这荒山野岭啊，真是越走越偏僻啊！放肆！本官行事，用得着你对我指手画脚的吗？卑职不敢。不过昨日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冒充大人，卑职心下有所疑虑。不知现在的大人是不是也是被人冒充的？难不成你在怀疑本官的真假？卑职敢问大人，卑职的小名叫什么？当然是叫旺财了。你一见到本官只知道摇尾巴，不是挑狗还能是什么？小师妹，先走。这样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呀！马儿，咱们现在回去救叶哥哥好不好？走，走啊！走不走？再不走我打你了啊！嘿，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，跟我这么像啊？你逼我的啊！走吧你！叶哥哥，我来救你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快走！住手！叶哥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站住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把他们带回衙门，再逼问大人的下落。猪哥哥，惠妹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还好只是皮外伤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，还连累了叶师弟。大师兄，你就别怪小师妹了，她你是担心我，才会去而复返的。你呀，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你自己先撤，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，否则就不是讲义气，而是愚蠢啊！樊姐姐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我特意给你选的，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，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漂亮衣服呢，到时候都给你。再漂亮的钗子，给了我也是浪费，还是把它留给雪姐姐吧。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。樊姐姐，你别这样说呀，
你这样说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你不用难过的，我的脸和你无关。师弟，你这脉象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，难怪你连孙府的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。我这次来元州之前，有一天晚上练功，不小心走火入魔了啊！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，出手相救，我才躲过一劫。不过，还是受了点伤。我是怕大家担心，所以让雪师姐不要告诉你们。只有练功时心神不宁，才会气血乱行。叶师弟，你不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们吗？没有啊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叶师弟，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救下易欢，我很感动。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未婚妻，你未来的嫂子。客气了。倾城，你的伤好点了没有？已经好多了。大师兄，你替我吸出毒血，没有大碍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你为我那么奋不顾身，大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。只要你能安全，一切都好好的，我受点伤一点都不重要。真没想到，小师妹一个人就完成了擒获孙福的重任。是啊，他虽然偷懒，却是胆大又心细。大师兄，只要你提到小师妹，你的眉梢眼角都是笑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一早还要赶回明珠谷呢。嗯。奇怪，怎么会有马车来？该不会是我们的地点被暴露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还没好。我不放心你啊。六师傅，他不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元州？师傅一定是看到了我们留下的暗记，就追了过来。六师傅，太子，倾城，师傅，总算找到你们了。太子，明日你带车中人一起回明珠谷，把他交给晋王。记住，千万不要伤害他，更不要放跑他。六师傅，这车上的人到底是谁？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六师傅，这女子究竟是谁？怎么跟倾城长得一模一样？她叫舒婉欣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她是此次入京待选的秀女，我一直在暗中跟踪她，本想着她入了京，倾城和你们也回到了京城，到时候再找机会下手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她今夜途经元州，在城外住进了一所驿馆，所以我就提前把她劫了过来。六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从今夜开始，倾城就是舒婉欣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倾城顶替舒婉欣进宫选秀？不错。想要查出童霞的下落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进入皇宫潜伏，而这一次
是最好的机会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大师兄，这个计划不是六师傅临时起意，其实是诸位师长们早就集体商议过的。这些年来，我除了和你们接受同样的培训，也在暗中学习如何在皇宫中潜伏。2年前，师傅们得知舒婉欣和我长得相似，就已经在暗中让我模仿她的一举一动了。可是，如果你真的进了皇宫，被康熙选中，你就要成为他的妃子。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为了给先帝报仇，为了光复大明，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性命，我又怎么能在意一己之清白？好了，时间紧迫。倾城，你随我一起回到舒婉欣的驿馆，潜入她的房间。如果被人发现舒婉欣不见了，那这个计划就不可行了。可是倾城受了伤，还中了毒，身体还没有恢复。还好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倾城，就辛苦你代替舒婉欣回到她的房间。当然，我也会伪装成舒婉欣的贴身嬷嬷来照顾你。等到了京城，基本上你的身体就可以恢复了。刘师傅，大师兄，我知道，大师兄关心我，这对倾城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可是眼下，顾全大业为重。啊，对了，太子，请你转告靖王，让他务必将舒婉欣软禁在明珠谷，切记不要放跑了他，不然倾城会有危险。倾城，师父，委屈你了，我们走吧。